大家好啊！今日2025年嘅6月23號，今年係香港國安法實施5週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上個禮拜就訪港視察並且作出指示，形容咧國安法實施係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嘅大件事。佢就話社會更加安定安穩，特區治理展現新嘅氣象，愛國愛港力量揚眉吐氣，社會正氣充分彰顯，營商環境越嚟越好。一句話，香港好好好，一切都更好。佢又引述外國商會人士就話，只要去中環行下，去蘭桂坊跳下舞，或者喺香港做你一向會做嘅事，就會明白香港嘅獨特魅力。佢就咁講，香港還是原來的香港，一國兩制沒有變。1997年7月1日，中央就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施一國兩制，保證原有制度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原有或者夏寶龍用嘅原來的可以理解為係指回歸之前、97之前嘅嘢，97之後可以會保留。今年係特區成立28週年，香港其實日日都喺度變緊。過去嗰5年個變化速度更加之快，範圍更廣，程度更深。用返夏寶龍嘅說話，只要去中環行下，去啲商廈度睇下嗰啲蘭桂坊嗰度坐下，睇下啲咩鋪頭咩人去。廣東道、彌敦道或者去啲屋苑商場行下。假日北上過下關睇下，打開電視開報紙睇下有啲咩嘅新聞。然後再仔細咁諗下，比較下睇到嘅同埋睇唔到嘅消失咗嘅，諗諗香港係咪仲係原來嘅香港？我相信答案十分明顯。香港嘅城市面貌獨特魅力仍然喺度，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但係喺必須喺維護國家安全、貫穿一國兩制實踐嘅全過程下，警惕、防範、針對、打擊、軟對抗，亦都急速貫穿特區生活嘅全過程。大量嘅例子可以顯示到，自由開放、多元包容嘅空間大不如前。香港係咪仲係原來嘅香港呢？港區國安法2020年7月1號生效咗之後，喺不到1年2021年4月中，當時嘅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喺國家安全教育日嗰度發言，佢就話：凡破壞國家安全嘅，屬於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於軟對抗，就依法規管。軟對抗並冇寫入任何嘅法例，點樣去依法規管呢？無法可依喎，似乎下。今年嘅4月15號，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喺國家安全教育日嗰度發言，佢就話喺香港嚟講，軟對抗分子一般通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罵槐、發佈虛假資訊、明褒暗貶、誤傳信息、有選擇性發佈信息、對事物作出別有用心嘅解讀、散播陰謀論等方法，影響同埋改變人們對事物嘅認知同埋理解，乃至喺社會上製造不安、混亂同恐慌。劉兆佳講嘅唔係講緊法律，佢講緊一啲政治。咁呢個所謂軟對抗16式，咁就官方從來未正式列出過乜嘢係所謂軟對抗嘅形式，包含邊啲一個完整嘅列出嚟。
但係負責不同政策範疇嘅官員近排特別係近排就以各種形式規管或者處理佢哋所謂認為嘅軟對抗。呢個做法趨勢越嚟越明顯，亦都喺社會上引起咗一啲嘅議論。文體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會更加嚴謹審批資助同埋場地，以提防軟對抗。著名嘅劇作家莊梅岩琴日就發帖文回應，就話當局每層人員將任何蛛絲馬跡投訴皆納入呢個軟對抗。佢話冤枉咗幾多無辜嘅人同作品。佢批評呢類口號只係縱容出一班欺壓藝術家嘅手下，並且惋惜香港從昔日潮流文化藝術豐盛嘅文明社會，佢話如今變得步步為營，矯枉過正。文體旅遊局回應嘅時候就話，絕大部分嘅藝術工作者都係愛國愛港，作品符合國家安全同埋文化政策嘅目標。話相信嚴格把關嘅做法可以促進香港文藝創意嘅發展。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日前亦都喺報章專訪嘅時候講到，社會存在軟對抗。佢指嘅範疇包括喺啲土地開發、安置賠償、填海發展等等唔同範疇都有軟對抗。佢舉個例，就話喺早前修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嘅時候，政府已經多次說明並唔係要喺維港大舉填海，但係就話有組織發表咗填滿維港嘅不實圖片，政府就已經要即時反駁澄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亦都喺一啲專訪裏邊話，醫療領域都有軟對抗。舉例就話疫情期間有啲霸權國家將呢個病毒源頭問題政治化，試圖用呢個抹黑削弱中國嘅國際影響力。而香港亦都有呢個網絡度出現一啲謠言，抹黑呢個疫苗嘅效果，對抗疫工作造成好大嘅負面影響。呢啲都係一啲嘅例子，官員係用一啲話佢哋認為不實嘅圖片，或者網上嘅一啲謠言，或者假新聞、虛假信息，喺一啲歌詞、一啲表演或者一啲故事嘅情節，甚至一啲嘅展品嗰度係例子，視為都係需要防範針對嘅，可能就係所謂軟對抗。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至少政府好多人都仲係咁講法治社會。法治社會有幾個原則，包括就係寧縱毋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無罪假定。法例冇界定軟對抗，官員行使權力時候至少應該按法治社會嘅原則同精神。同樣重要嘅係維護香港原有嘅自由、開放、多元社會、包容等等嘅價值，唔係以主觀有罪假定、寧枉毋縱嘅原則。嗰個係法治社會，嗰個唔係法治社會，嗰個係法家嘅社會。嚟打擊所謂軟對抗，呢個可能係會造成即係所謂矯枉過正，損害咗香港原來嘅珍貴價值。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